塊面就用幾萬蚊做 facial，又甜男又面膜又性感，轉頭就用支超市洗頭水去虐待塊頭皮。三層未話你知，原來頭皮嘅含水量要求係你塊面嘅2倍。你試下想像每晚洗完面唔搽嘢，嗰種繃緊、乾裂甚至出油嘅尷尬，其實你嘅頭皮日日都承受緊。唯一唔同嘅係塊面乾咗，你會見到光紋，但頭皮乾咗，佢只會默默咁放棄你啲頭髮。有冇見過撒哈拉沙漠生出茂盛嘅植物？水分唔夠，成個地基縮水變硬，樹毛肌就會因為失去支撐而鬆弛。你個頭又點會有力有蓬鬆感？好多人話我個頭已經油到可以炒菜，仲使乜保濕啊？錯晒啦！就係因為頭皮水油平衡嚴重失調，頭皮乾到裂就會啟動自我保護機制，瘋狂咁分泌油脂嚟救火，結果就係咁洗頭控油，越洗越乾。記住啦，每晚洗完頭用返專貨頭皮嘅頭皮保濕，做返酸鹼平衡同水油平衡，再加支含有玻尿酸或者神經氨酸嘅頭皮精華，水分夠，樹毛肌有翻力，頭髮唔再貼頭皮，昏迷感女神仲唔係你？記得分享俾你貪靚嗰個朋友。下集我哋講下點解越嚟越多後生仔女都開始甩頭髮。